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品心語。你成日以為自己好醒，識得分真假，有一日你先至明，世界上最痛嘅唔係失去，而係俾人呃。你曾經成個深信晒段關係，毫無保留咁付出信任，點知最後發現，原來嗰啲只係對方精心設計嘅大話。嗰一刻，個心好似被挖空咁，痛唔單止係失望，直情係成個世界冧晒。背叛係直接嘅傷害，但呃人就似慢性毒藥，俾人呃會令你懷疑自己，連以前做過嘅每個決定都唔信。信任本來係人同人之間最寶貴嘅聯繫，但係喺某啲人手上，信任就變成咗操控同利用嘅工具。俾人呃嘅感覺唔單止係你對我唔好，而係你根本冇當過我係一回事。親情唔代表要100%信晒，要識得分真假同保護自己，要學識劃清界線，唔好因為有血緣就乜都忍。有個30零歲嘅女仔，自細喺單親家庭大，同阿媽兩個人相依為命。佢一直以為阿媽係佢最信得過嘅人，點都唔會呃佢。點知有次出現咗個投資機會，從此改變晒佢嘅人生。阿媽話有個好可靠嘅朋友介紹咗個高回報低風險嘅理財計劃，阿媽極力推薦，仲話自己都諗住參加，叫個女放心加入。佢雖然心入面有啲懷疑，但係因為阿媽極力推薦，佢諗都冇諗就將當年積蓄交俾阿媽代為投資。過咗幾個月，佢開始覺得唔對路，因為啲錢冇晒，又冇聽過任何投資嘅消息。佢問咗好多次，阿媽都係用各種藉口敷衍佢，開始回避問題，仲要否認攞過佢啲錢。阿媽成日避開佢嘅追問，一時求其應付，一時推三推四，仲會發脾氣駁嘴。有時就 hea 住講投資未到期㗎，等多陣啦。有時就特登轉話題，你最近唔係好忙咩？講錢咁冇癮做咩啫？間中仲會卸膊話我本身就唔識理財㗎啦，同埋你都大個女啦，應該識自己諗啦。俾人追問得多，阿媽開始唔耐煩，仲會咁樣講，你成日懷疑我，係咪已經唔信我？呢個阿媽竟然要受你咁樣懷疑，真係心都淡晒。初頭覺得阿媽咁講好唔妥，但係仲有少少希望。佢不斷同自己講，阿媽點會呃我？實有佢理由。點知阿媽越嚟越冷淡，每次佢想再追問，對方就會話好攰、好忙，或者發脾氣咁避開。佢個心越嚟越矛盾，又自責，好似俾情感同理智夾住咁痛苦。呢啲說話同態度，搞到佢越嚟越迷茫，仲徹底動搖晒對阿媽多年嘅信任。佢開始覺得好混亂同內疚，仲懷疑自己係咪太敏感。直到佢上網查投資資料，先至發現根本冇呢隻理財產品。過咗幾個禮拜，阿媽話嗰個朋友已經冇聯絡，仲話多買個教訓啦。呢句話好似當頭棒喝，佢終於醒覺，呢筆錢真係冇咗啦。佢用咗幾日時間整理晒所有轉賬記錄，仲偷偷地聯絡律師問意見。阿媽唔肯講任何細節，仲否認有提過投資方案呢回事。佢越嚟越焦慮，瞓得極差，生活開始冇晒動力。佢開始避開朋友，鎖晒社交媒體，唔敢面對出面嘅目光。佢唔單止心噏，仲覺得自己好似冇晒價值咁。嗰度唔單止係冇咗錢，直情係連信任都冧晒。信任好似玻璃咁碎晒，連埋佢對屋企嘅安全感一齊冧咗。佢痛到入心入肺，點都諗唔到最親嗰個竟然呃佢。佢曾經封閉自己，懷疑人性，仲搞到有焦慮症。俾人呃嘅通常一開始都冇防備心，因為佢哋心入面仲有善意，仲肯信呢個世界有真誠。但係有一日，所有嘢開始變晒，應酬開始求求其其，講嘢閃閃縮縮，講到一半就停低，啲藉口假到離譜。呢啲細節初時你根本冇為意，
直到佢哋慢慢砌成幅好殘酷嘅畫面。原來你一路都係單方面咁信人，而對方只係當你係一隻棋。呢種呃人嘅嘢，唔單止喺人際關係度有，社會上到處都係。商場上嘅空頭支票，媒體操控嘅資訊，甚至係自己嘅錯誤期望同盲點。信錯嘢唔係因為蠢，而係因為心入面好想真誠，好想美好。但係當夢想幻滅，剩低嘅只有冷漠同失落。你開始懷疑，喺咁嘅現實入面，我點樣行落去？答案唔係收埋自己，而係學識帶住警覺去信任，等智慧喺心入面生根，去分邊個值得你珍惜，邊個只係過客。真正嘅強大唔係拒絕相信，而係就算俾人呃過，都仲係願意相信個世界，同埋用更深嘅眼光睇人生。當我哋睇穿欺騙嘅本質之後，跟住落嚟嘅關鍵係點樣面對同埋修補翻自己。俾人呃完之後，最易有嘅情緒就係嬲同埋懷疑，嬲自己嘅信任俾人踐踏，懷疑自己係咪太過天真。只要學識分邊個值得信賴，邊個只係玩嘢同埋善意，誠信依然存在，只係要細心去揾。俾人呃唔代表個世界冇好人，而係提醒我哋要更加小心揀信得過嘅人。嗰啲真心關心你嘅人，唔會利用你嘅付出，而係會珍惜你嘅善良，回應你嘅信任。嗰啲曾經呃過你嘅人，唔值得你再三掛住。人生係一次漫長嘅旅途，我哋經歷完之後，可唔可以帶住智慧繼續行落去，揾嗰啲真正值得信賴嘅嘢，同埋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加清醒、更加堅定嘅人。所以唔好驚去信人，亦都唔好因為俾人呃過就閂埋自己個心。帶住覺醒嘅眼光去擁抱世界嘅美好，去揾嗰啲真正珍貴嘅關係。終有一日你會發現，嗰啲呃過你嘅人早就消失喺你個世界入面，而你依然喺光明之中向前行。人生實會遇到挫折，唔係因為你唔夠好，跌親唔代表失敗，反而係成長嘅機會。與其困住喺過去，不如抬起頭向前，等每一次經歷都成為你堅強嘅根基。喺失望入面學識保護自己，最後遇到真正值得信賴嘅人，重新感受溫暖。俾人否定之後仲堅持初心，最終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。傷心、嬲、怪自己都係正常反應，唔使急住重新振作，等情緒有出口先。真心付出冇錯，錯在對方呃你。記住啦，信任唔等於完全冇防備，學識觀察，劃清界線，先至係成熟嘅表現。透過學習重新認識自己嘅能力同價值。信人依然重要，但要建立喺真實相處同時間觀察之上。你唔使完美，只要夠膽繼續行。你值得俾人真心對待。痛苦唔係終點，企返起身先至係開始。只要夠膽繼續行，信自己，堅持落去。真正嘅力量係跌低咗都仲肯企返起身，喺迷失入面仲選擇相信光明。你一路成長緊，繼續加油啊！你會擁有更好嘅將來。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可以俾你啲啟示。記住點個讚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一齊加入我哋。留言講下你嘅感受，你係點樣行返出嚟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，唔好忘記關注小品心語。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。